荃灣德士古道迴旋處咧上空有個斷橋嘅，其實喺10幾年前咧，我哋一路喺荃灣，包括係區議會啊，或者我哋團隊咧，都一路建議希望可以善用呢條斷橋啦，駁到落去地面，咁令到無論係行德士古道又好，或者行楊屋道出嚟嘅車都好啦，都可以用呢條斷橋咧，直接繞過德士古道迴旋處咧，去到青衣嘅。經歷咗10幾年啦，由運輸署啊、路政署啊，大家一齊去規劃，終於係上馬，而家係開緊工嘅，亦都大概用2年嘅時間就可以完成得到。咁我哋今日呢，成個團隊一齊過嚟睇，了解下個設計啦、建造嘅方式啦，同埋嗰條橋嘅現況。10幾年啦，我同阿 Peter 哥咧，我哋就上去山度咧，就睇呢條橋，收咗葵福路啲車啦。個橋咧就會由葵福道上嚟呢度嘅，係將某部分嘅車分流咗上嚟我呢條橋嗰度，直接去青衣㗎啦。夜晚咧，九龍啲車翻入嚟嘅時候咧，好多時就喺呢個路口呢個斜路一路頂上去。咁如果呢一度咧開條路咧，就唔使經迴旋處，佢入到青衣咧，基本上就塞車嘅問題係會解決嘅。呢個改善工程咧係分為3個主要嘅部分啦。第一個咧就係善用翻荒廢咗好耐嘅斷橋。喺葵福路咧就會有一條路咧就會連接住而家呢個嘅斷橋。咁而呢個楊屋道咧，若果咧想直接去青衣，唔經呢一個嘅迴旋處嘅話，就可以行呢條路啦。第二咧就喺嗰個交通迴旋處嗰個位咧做翻一啲改善嘅措施啦，擴闊翻個道路。第三咧就係我哋而家身後呢個位咧，就係要做一個青衣嘅專線。呢條專用路咧就會由我哋喺九龍嘅方向咧翻嚟之後咧，就會其實佢有一條左轉嘅專用線咧，就直接入青衣㗎啦。咁呢啲車就唔使特登經過迴旋處，就減低呢個意外嘅發生。喺唔影響工程嘅進度情況底下，可唔可以有多一啲即係隔音嘅設施喺度咧？所以灰色嘅隔音設施咧，我哋都會做嘅。呢條路呢，而家一路打緊啲石啦，對附近居民係有滋擾咁，尤其是學生考試嘅期間，都有同工程團隊講啦，希望佢哋都盡量係將就。而家就話幾時會完成啊 Ben？係2027年第一季。呢個位置咧可以話係荃灣同埋青衣嘅交通嘅主要命脈啊！不論你係出九龍或者係翻嚟荃灣去青衣都好啦，都必經呢個位置。葵盛東、葵盛西啊，或者大窩口咧，亦都有一啲分支家庭咧係住喺青衣嘅。咁如果呢個改善工程係落成咗之後咧，其實都會大大加快咗佢哋個交通嘅時間啦。對於石圍角啦，或者係一帶鄉村嘅居民可以出去青衣啊，同埋個交通流量都可以舒緩到，其實都係一個好消息嘅。事實上，好多荃灣西北嘅居民咧都透過呢條橋咧就往返九龍同埋荃葵青嘅，盡快落成，讓到我哋荃葵青嘅交通擠塞嘅問題可以舒緩啦。路路暢通，搞好荃葵青嘅交通呢，呢一個都係我哋團隊大家一齊努力嘅目標嚟嘅。真係有啲人話10年如一日啦，20年都如一日啊！因為10幾20年前呢，我同阿羅少傑議員爬上座山度，當其時同政府部門一齊去傾，希望爭取呢個工程能夠係盡快上馬呢，係一步步咁樣展開，而且係完成呢。我自己係開心同埋興奮嘅，努力係會有得到一啲成果出嚟呢。做地區有陣時呢，最開心就係見到咁樣。我哋會同各位街坊啦，同埋同政府部門同埋工程團隊咧加強溝通，咁啊令到咧成件事係做得好做得到，如期進行，如期落成。